第三个呢就是有与何种范围。那么这个何种范围，那我们就是有那个相当平常都是说显宗、密宗或者是大乘、小乘、密乘、金刚乘等等的这种区别嘛。那么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大乘持密藏密法新旧两派属于千密尼玛派。那么密法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新派跟旧派的一个这样的区别嘛。所以传道，这都是不是在过去的这个印度的那个名词。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传到藏地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新密跟旧密的这样的一个两种说法。里面呢说的话，就是最早的就是莲花生大师以及净明大师把佛法显密两个圆融的传到西藏的时候的，那么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藏传佛教六大传承当中的尼玛派。那么尼玛派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在怎么说呢？阿特瑜伽的阿特瑜伽的那个三部中之深密窍诀法。所以我们有那个初部、行部、瑜伽部有这种的分别嘛，就佛教九乘当中的。那么这个来说呢，是阿特瑜伽当中大圆满最高的大圆满法的窍诀法嘛以前行与正信等程序中那么有前信还有正信这种的程序跟分别嘛。这个里面来说到，就这本书呢有些前信。那么这个法是什么法的前信？那么前信有很多的前信嘛，这就是本身就是前信是有大圆满的前信，但是大圆满的前信这也是有分为两种部分，就是共同外前信和不共内前信，有这种两种的分别。里面呢就是在普贤上师研究这本书里面来说到，共同与不共同的两个前信都在里面。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大圆满的前信那有何种需要？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用意是什么？那么为了谁？要为了度化谁？那么当初呢，就是著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要怎么说呢？提高自己的名声，还是说想要消除自己的业障，提高自己的功德，或者是说为了要度化一切众生，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以这种何种需要？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那最主要呢，就是跟大圆满法有缘的所有的修行者。那跟大圆满的所有的修行者，那么就是有普贤上师研究这本书，如果是自从有了这本书开始，那么就是就比过去的这些要学修大圆满法的人可以来得更方便的，因为依靠一本书能够可以在极深能够可以获得成就的这个开始，所以就非常殊胜的。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巴楚仁波切当初写这本书，那完全不是为了要提高他自己的名声，或者是他炫耀他的这种学问跟民生等等的这种用意。他的起心动念是完完全全就是为一切众生，尤其是以大圆满法有缘的所有的众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本书，能够可以在进入真正的可以在修持大圆满的行列上，而且是可以在直接可以上真正的修持的这个轨道上，能够可以修持。所以呢，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相当这是一位菩萨，他的慈悲的甘露，然后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众生的。所以呢，就是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当然也是有许多的高僧大德，有不可思议的无量无数的高僧大德，也有写作的，有著作的很多的书法但是所有的法里面，那么就是更畅销的，更所有的人
各种层次的人都能够可以再看的，而且看得懂的。再高的层次的人，再有学问的人，看这个也是内容都是非常生动，有非常的殊胜。那么再没有学问的人，只是会读一本书的一个人来说，他看或者是只是根本就是不认字的一个人听，人家在读书给他听，他都能够可以听得懂的。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可以听得懂的很多的佛教故事等等，一切高深大的修持的这些传记等等，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形容词也好，各种各样的比对也好，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所以就是各种层次的人都能够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书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当然他的智慧是非常高，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学者，最主要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大成就者，而且是充满什么菩提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大菩萨。所以一个大菩萨的真正的法性，然后我们这一次当然也是能够可以学习这本书来说的话，我们也是遇到了，所以就是这位大菩萨已经摄受了我们。那么现在呢，就是完全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自己努力，就不用再考虑能不能够得到解脱等等的这些的担心。所以如果是一个人能想到这样的情况下，那会得到同等的功德跟同等的加持。那如果是你没有办法这种怎么说呢，起这样的一个心，那么你觉得把只是当做一个好玩，或者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态度跟普通的想法的话，那相对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有何种需要，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有跟大圆满法有缘的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修行人。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前缘和后续的所有的意义，是在一个最简单的说的话，这本书的前后跟中间所有的内容跟所有的意义是什么？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作用感，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能，也可以说这样什么样子的一个效力。这样讲的话，那么在一个修行者能够得到极深成就正等觉佛为的一个窍解法嘛，窍解方法，所以非常殊胜，对吧？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助人5本，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那个怎么说呢，三种善意来说到，就是我们就不用再做特别多的解释。所谓的三种善意的部分来说到，第一个是书本的名字，我们曾经也是解释过，今天呢就是我们不用解释太多，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的时间不要浪费在这个上面。然后著作的试验然后就是也做那个对这个尊敬的对怎么说呢对象做顶礼的部分。那么就是写一本书的时候，书本的名字是当然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就是要对书生处要做那个恭敬顶礼，然后就是著作试验。那么在过去的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们菩萨们写书这些的时候，他就是要发愿然后就是立一个誓愿，如果是没有写完这本书，我永远不会放弃，我必须得要写完这本书，有这样的一个祈愿。所以就是前面有怎么说呢，三种善意当中就书本的名字跟著作誓愿。为什么要有一个著作誓愿？那个是很重要。那这个我们也是可以自然而然要听得懂。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一开始我们从皈依的开始，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佛，我们就是誓愿我们要成佛。所以这样誓愿成佛的时候呢，我们今生是不是要修，还是说是不是不用修就可以。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像比如说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么著作者发愿了，想要写这个书开始了，那就是中间不努力的情况下，那会不会能够可以形成这本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非常努力才是最后有这本书。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有多少的事情都不会打断他的这个誓愿，一定要做完。
然后接下来就是对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恭敬之处呢，就是要做怎么说呢，礼赞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在他的这个书本的这个整个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就是讲到就是在怎么说呢，中善意部分，中善意的部分我们也是已经前面圆满了，就是八支仁波切的内赞，还有共同外潜心跟共同内潜心两个当中来说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共同外潜心里面，共同外潜心里面下面难得文法的方式等级就是八心的部分，还有那个心等级的部分也是有两种，心量广大菩提心等级以及方便广大密住之等级。还有那个我们修行人或者是听法的时候，就是我们听法的方式，人已经到了听法的行列当中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所断止的行为感，还有那个所取止的行为，有两种当中，就所断止的行为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以法七至三过六故五不耻，因求止行为的方面来说的话，也是已知事项，还有居住路律六1、2、3、4、5、6的六度，然后以指其他非义所讲之法当中呢，就是思维本性闲暇，本性闲暇，这次就是要讲到我们就是下面难得的部分，思维特法圆满，然后五种自圆满跟五种他圆满的方面都已经是讲解圆满了。前面的话，那么思维难得只有思维树木差别然后还有那个宿命无常的部分。那么宿命无常的部分，思维外体世界而修无常，思维内心众生而修无常，思维树生正师而修无常。思维世间尊主而修无常，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比对的，曾经也是有解释过，但是这个是一个目录里面，就是目录里面都在，但是你们有的时候去看书本的时候，这些目录也是重新再看过一次，是很有需要的。所以目录看过一次的时候，会提醒你，这个就是到了这里，也许可能你就自然而然就从这个目录上打开一下这个方面看一下，也许都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思维各种寓意而修无常的，思维始缘无等而修无常。比如说你目录当中看到思维始缘无等修无常的时候，也许可能有些人根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会死的那种，你健康检查的时候也是好好的，然后平常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然后睡得也好，吃的也好，所以就死亡离我会比较远吧。有这种想法的人，那今天刚好看到始缘无等，这个时候有可能去打开看一下那个页数，看一下，看的时候也许可能是会对你的这个修行会更有帮助的。佛菩萨给我们讲这些呢，是讲的就是事实的真相，并不是就是威胁我们还有呢，就是轮回过患的方面，然后就是轮回过患中的是怎么说呢？什么？思维六道各自的痛各自的痛苦，然后就分别就是思维六道各自的痛苦当中，就是六道各自是地狱、恶鬼、旁生、人、阿修罗道、天人那么就是这些然后业力因果所断之不善业杀生不具有就是十善十不善的这些方面，那么这些都已经我们讲到就是圆满了。然后就是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一直上师方面，一直上师方面的，那就是现在呢，今天是在上师一直上师方面来说的，前面有观察上师的方面，然后一直上师的方面，后面呢就是怎么说呢？学修上师的义行的方面。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从那个学修上师的义行的方面，从这里开始讲。